大家好啊，歡迎瀏覽香港廢人嘅頻道啊！今次係為大家介紹一間非常之有歷史價值嘅客家大宅啊，喺1932年起嘅喎。循例都戴翻個頭盔先嚇。以下影片係節錄於互聯網，與本頻道無關啊。本頻道只是將影片配音，請勿擅闖私人地方愛惜生命。如果覺得本頻道有趣嘅話，記住訂閱、讚好、分享同埋留言。好，咁我哋今次係為大家介紹一間叫潘屋嘅客家大宅啊。喺新界嘅元朗啊，係一座好有歷史價值嘅客家大宅啦。建於1932年啊，喺1985年嘅時候被列為1級嘅歷史建築啊。呢座大宅咧係由客家嘅商人潘君勉為咗紀念佢老豆潘任華而起嘅。起咗個名之後叫任華樓啊。潘君勉咧亦喺旅港嘉應商會嘅創辦人嚟嘅喎。佢同中共嘅領導人咧葉劍英關係非常之密切嘅。葉劍英同周恩來咧曾經喺1938年住過呢個地方嘅。葉劍英咧係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第2代嘅主要領導人之一啊，同埋咧喺中國人民解放軍嘅創建者之一嚟嘅。周恩來啊更加出名啦，佢係中國近代嘅政治家啦、革命家啦、外交家啦，曾長期擔任呢個國務院嘅總理等等嘅重要職位。仲有著名嘅作家郭沫若喺139年曾經入住過呢間潘屋嘅，佢主編過《中國嘅史稿》同埋《甲骨文合集》，又係中國新詩同歷史劇嘅重要嘅一個人。佢喺1949年嘅時候咧，亦都曾經身任多個重要嘅職務啊，包括中國嘅科學院首任院長添㗎。非常之可惜，喺日治時期嘅時候咧，潘屋曾經咧俾日軍徵用作呢個憲兵指揮辦公室，係成個元朗區嘅軍事總部嚟嘅。喺1983年咧，時任嘅港督尤德夫人咧，亦都曾經去到呢度潘屋度參觀嘅。講到建築風格嚟講咧，潘屋採用咗傳統客家嘅兩堂兩橫嘅設計。由4位工匠花咗2年嘅時間先至起好嘅。屋裏邊嘅裝飾非常之精美啊，有好多嘅金漆啊、牌匾啊，同埋雕花嘅屏風啊。1980年代初咧，因為博愛醫院要擴建，曾經計劃要拆卸潘屋嘅，但最後咧都好彩咧，可以成功保留到。90年代，徐展堂家族買咗潘屋同埋相連嘅土地啊，曾經想發展成為私人嘅住宅，但係最後都擱置咗。去到2010年，徐展堂嘅家族申請喺潘屋旁邊建私人嘅骨灰場，引起好多嘅居民嘅反對。好啦，咁我哋事不宜遲，開始探索我哋呢間屋啦。但係裏邊啲房都其實清晒啦。呢道門都好靚啊，白色上面有啲雕刻嘅啫。呢個廚房啊，大家見唔見到啊？有啲爐喺上面啦，上面有個煙通啦。呢度呢個位置係一個煙通嚟嘅，通翻啲煙出嚟。呢度有啲爐頭啊，即係放啲柴落去煮嘢食嘅地方。好彩我支鏡係 F1.8，所以喺咁暗嘅環境都仲可以影到。不過可能係好大 noise。呢度繼續睇都會見到一啲動物嘅籠，有啲雞籠啦。其他細呢啲係唔知咩籠咧，唔識。如果知道嘅朋友留言可唔可以講翻咧？咁我哋繼續咯。同埋咧，呢啲中式嘅建築咧，個地下係有啲咁樣，係咪祠堂？呢啲之前咧未荒廢之前係咪祠堂嚟嘅咧？唔知道，定係一啲我嚟種嘢嘅地方？
哇，好靚啊！大家可以好靚啊！呢個位置咧，大家可以睇到咧，係幾個門咧，可以喺度睇到同一個空間裏邊穿透晒。呢啲中式嘅建築風格真係非常之出色。咁呢度亦都見到有啲柱啊，同埋有啲畫喺呢個位置。咁啊，我覺得呢一間中式嘅屋都保留得非常之好。咁啊，佢唔重建啊，唔好搞佢，留返喺當時嘅環境其實係最好。即係你重建完之後又變咗個奇奇怪怪嘅形狀。好，咁呢個位置就係頭先嘅正門啦。咁喺正門咧，一入到去咧，即係我個背脊，大家知唔知會有啲乜嘢？估下，好多中式嘅屋企都係咁樣嘅設計嘅。嗱，一入嚟咧，我哋繼續 plan 過去，就見到有個好巨型嘅祖先嗰啲位置啊，神位係咪啊？咁上面都好靚，我覺得呢個唔係人住嘅地方嚟嘅喎，應該係咪祖堂嗰啲地方嚟嘅？應該係。哇！上面嗰啲柱靚到，每一條柱都有唔同嘅顏色啦，有唔同嘅字啊，唔同嘅對聯嘅喎。咁我哋去一去個正門嘅位置睇下有啲咩，或者喺正門嘅位置睇翻呢個祖堂嘅地方喎。嗱，呢度係正門啦，以前啲門係咁樣嘅，有兩個栓咁樣去栓住啊。咁我哋喺呢度 plan 翻過去。咁啊，呢度有道正門啦，大家都爛晒甩晒咯喎。咁之後一入去就會望到嗰個祭壇嘅地方，祭壇上面都有啲油畫嗰啲地方。咁呢度啲柱咧，全部都有幾層，唔知大家見唔見到？有啲柱躉啦，柱躉上面呢啲位咧，又有另一個躉咧，有隻龜夾咗喺中間，有隻龜嘅雕刻夾咗喺中間，非常之靚。咁然之後，唔知點解啲窗花咧，好似監倉咁樣啲條。我呢度門好完整啊，由佢上面到下面都冇爛到，非常之靚。唔知幾多年前啦已經。繼續落嚟，嗰個年代嘅窗花都有兩隻好似貓耳朵嘅嘢喺上面。咁然之後，哇！呢個位又非常之amazing，好靚。兩面左右一道門 symmetric， 然之後中間有個水塘，咁啊唔係水池，上面條魚相信會有啲水喺下面流啲水落去下面個塘度啦，落去下面個池。咁然之後呢度仲有個小房間，小房間原來係一個廁所嚟嘅喎，咁上面就都有啲雕刻嘅窗口喺度。咁我哋去咗另一邊啦，另一邊都有啲好完整嘅門，綠色嘅，大家見到。咁喺呢度見到一個好特色、好靚嘅地下喎，呢度見唔見到啊？咁然之後，呢個係咪一個石磨嚟嘅咧？係咪磨嗰啲豆類嘅嘢？但係點解會擺喺個庭園中間嘅咧？好，繼續啦，我哋啲房間其實都比較空，大家見到望入去都冇乜特別。不過呢啲地方影相其實真係好古色古香，如果可以著啲旗袍嘅嘢入嚟睇。呢度有個唔知咩嚟，好得意。好，入咗去其中一間房，不過都係非常之空虛嘅裏邊。另一間房
嗱，我哋見到咧，唔知各位觀眾見唔見到咧？其實呢啲屋上面係有第二層嘅，唔係第二層嘅，喺啲閣樓咧可以上去放啲嘢喺上面啦。咁你亦都可以見到呢啲柱上面咧，係每一條柱咧，應該呢度係要保育重建或者修葺啦。每一條柱都話保留，同埋話咗一句有一個特別嘅號碼咁樣嘅，有個日期啦。2月5號2018，即係2月5號2018年入嚟睇過一次，咁要重建嘅話，其實呢啲柱就要保留，每一條柱都要保留咁樣去修葺完之後再砌翻落去。嗱，呢度上面啲柱都有寫到，每一條柱都有上面有寫到啊，要保留個年份、年月日都係一樣。咁啊可以見到呢度呢個屋頂都係尖，咁啊因為日久失修啦，佢都裝嗰啲網喺度啊，費事啲瓦片跌落嚟咧會跌親人啊！好，我哋又見到另一個門口啦，呢度呢啲藤凳係咪都係當時嘅咧？咁呢度有戰艦，係咪嗰陣時啲小朋友嘅玩具？和氣生財啊！我記得咧喺另一邊咧都呢度啊，你呢度見到啲牆上面咧，其實都有啲小朋友嘅寫嘅字喺度啦。咁當時可能有啲小朋友喺度住，咁佢哋可能呢度有張床啊，或者嘅物體啦，咁佢哋就喺度畫牆。我諗細個個小朋友都會打支筆就喺度係咁畫到成個牆都係佢哋嘅創作啦。咁呢度都有。咁相信佢哋而家都好大個，唔知仲喺咪度？我記得正門仲多啊，而家影翻出嚟，係咪啊？呢度都有啲算術數，細個嗰啲，好搞笑啊！呢度仲可以睇到一啲咧，佢地腳線地下有一層嗰啲雕刻，不過好多都已經拆咗，但都仲有隱約可以見。呢度都有啲字，好多小朋友字。咁啊，相信好多小朋友曾經喺度住過㗎啦。咁如果睇嘅話，呢度有張呢啲叫功夫凳，有冇見到各位觀眾？各位觀眾對呢間屋有冇啲咩特別嘅感覺啊？香港其實如果你話仲保留到咁樣嘅質素嘅話，據我所知真係即係而未重建重修過咧。據我所知都淨係得翻呢間。咁唔知各位觀眾點睇？咁呢度上面都有幅畫喎，畫上面咧係有啲高樓大廈、人力車啊、遠洋帆船啦，同埋有架20-30年代嘅車。呢度係咪當年嘅上海嚟嘅？定係當年嘅香港？咁啊，係咪當年嘅中環啊、尖沙咀啊？哦，好靚。好，咁啊，我諗今日啲片就去到呢度啦。呢度都唔算話非常之大。咁大家如果喜歡我嘅片，請訂閱、讚好、留言同分享。多謝晒大家。咁我哋下次再大家睇唔同嘅題材。再見，拜拜。